因为我今仔日发现讲，其实我 YouTube 的影片我是直接伫顶头会当剪。好，咱等时间到就开始吼。Eric 欢迎，阮时间还未到吼，稍等下。等下我一开始会先甲咱今仔日会对1630年的1月1号开始读起吼。但是咱会进前的我因为咱伤久啊吼，我大家来斗阵来 review 一下吼，恢复一下记忆，恢复一下印象。我有整理一篇啦吼，简单的笔记，或者等下大家用这来足紧的来甲过一遍吼，留一下。我遮早开即个房，就是想看讲是毋是会当互其他各路客啥物会当看着，会当佫吸引佫较侪人入来听安尼吼。但是这应该这毋是公开房哦，我毋知影。敢若咱即间房的迄个会员啊，才看会着尔。咱遮写日志吼，其实我嘛毋知影讲实际上内容读起来是毋是讲真趣味啦吼。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佫诚趣味吼。伊的所记的即个事项吼，有一个连贯性，所以你大约会当对内底看会出讲，某一件事件安怎发生的，经过是安怎内底一寡幼路的物件伊拢有写，最后安怎结束安怎。所以，若敢若你看戏吼，原来是有一个连贯性伫的吼，读起来袂真正讲介无聊啦。目前是安尼以后毋知吼。荷兰人统治台湾38冬吼，因的日志就写1922前4冬无写嘛吼，所以34冬的即个日志通好读吼。我毋知咱爱读偌久吼，无定爱读5年、3年、5年都有可能吼。我煞来是计划讲一礼拜读
3节到4节吼，每一节1点钟安尼，啊看会当，看当时会当甲读煞吼。3年就读3年，5年就读5年吼，不管来逐倒来读。啊，我可能会读足慢吼，因为我按算伫个读的过程当中，我要家己要学台语，所以拄着袂晓台语袂晓读的汉字吼，空字笔念袂出来，我会停落来，随停落来去查字典、查词典吼。啊，或者是迄个书，因为这是华语写吼，这规篇是华语翻做华语，所以我变成爱搁甲翻做台语吼。啊，你若讲内底有啥物句型，就是讲台语要安怎讲吼，我若袂晓，我就去查一下吼，查一下词典。所以读足慢的啦。为虾米讲我可能30外档的这个照例是，伊一篇其实写倒倒啊尔吼，伊一工记载是3、5纸尔，照例咱一工的，咱一节课1点钟会当读几啊工的日子吼，但是若要照我即种读法，无定伊写3、5纸，我嘛是爱读一节课吼。所以为虾米讲我掠遮长的时间读吼，就是因为即个原因。啊，各位吼，你若有即个耐性的吼，逐倒陪我读。即本若读煞，你就是台湾荷兰史、台湾历史内底荷兰时代即个算会当讲是专家啦吼。当然你无可能记会起来啦，就是你有大约有一个印象讲哦，当时有发生过啥物代志，发生过啥物代志安尼，啊你拢大约有一个印象。将来你若有兴趣要搁家己去显，家己去详细去看吼，就会较紧啊，因为你比别人有一个较粗一个图伫咧你读较来啊嘛，吼。好，搁剩1分钟，咱就开始吼。新朋友拢欢迎吼。Sunny 又搁无去，伊敢若是爱上班啊，所以伊其实是无介方便。Morgan 真欢迎你吼。为虾米爱读台湾荷兰史呢？荷兰的台湾史内底为虾米爱读即个荷兰的部分呢？你要讲伊影响，其实到呾即嘛影响当然是足少的吼。但是你对迄段17世纪吼，台湾伫迄当阵的地位，台湾伫迄当阵的处境吼，你拢会当对迄当来理解讲，台湾现主时伫即个世界的处境是安怎？哦，外国人是安怎看待台湾的？当然，即嘛外国人看待台湾和荷兰时代看待可能无伊。绝对是无共啦吼，但是你会甲咱讲会较快吼，你看待，就是讲你家己看待台湾的眼光会加足快吼，莫互较咱莫讲你啦，阮啦吼，阮较早，阮互国民党饲大呢。对阮来讲，伊来讲荷兰时代死个字尔吼，荷兰时代就是死字尔啦。内容是啥？内容就是郑成功来拍败荷兰走哪飞。买旅业的金选安尼就对啦吼，啊，甚至较早迄图是为讲我荷兰人跪咧安甲你投降安尼，其实迄毋是事实吼，我有显过吼，因为当中离开的情形毋是安尼吼。好，咱时间到，咱开始来读。之前呢，我已经录过5集啊吼，有兴趣则 YouTube 再去听吼。啊，因为浪过伤久啊吼，我甲迄5集吼，我足紧的甲留一遍吼。这咱遮写字是对1629年开始写起，伊一开始写时是1629年11月，迄当阵呢，伊记载一项代志，就是马加利湾社甲麻豆社吼，算互荷兰人感觉真受到威胁吧吼，因为马加利湾人应该当作是甲即个荷兰人当作是敌人啦吼，所以呢，荷兰人决定去拍马加利湾社甲麻豆社吼，啊，是一个拍可能1、2工、1工尔啦吼，
就结束啊吼，马加里湾社向拍牌，半道车拍牌，啊，因就导航伫咧11个17吼，荷兰人就决议要拍吼，11个17，6天后11个23拜五的时阵，就去拍马加里湾社吼，过来就是过4天吼，就拍马加里湾社啊，然后呢，就拍牌嘛吼。然后决议然后就是因协议拍牌咧，战后协议就是伫咧12月初12月2号吼，因协议6条合约啊，因还未协议进前吼，你看23号拍牌马加里湾社，27号场官吼普特曼斯吼，荷兰场官吼真无闲吼，23战争拄建煞尔，27号人伊就决定讲要开始去中国要去做生意啊，家己要带人去吼。你看，无休困的啦！我迄当阵看，哇，因这 schedule 排到有够甜有够暗的吼，吼，算内部平定啊，因就决定要去中国做生意啊吼。啊，27号决定要去做生意，过几工啊，因才签合约吼。无签啊，就是敢若协议尔吼，协议讲开会协议讲啊，订6条合约啦吼。合约内底，其中满道社、马加里湾社，敢若答应3条，其他讲我早等于向阮迄个吼头目是向阮内底的人相参详者再搁讲吼。好啊，但是意思就是协议还未真正签约啦吼。第二天吼，12月3号，荷兰长官吼普特曼斯就用旁启程吼，前往希腊吼，要去做生意啊。结果呢，拄着大风，风影伤大。只好佫驶转来台湾。后来呢，12月6号到9号这几工啊吼，因先踅去迄个要佫出发嘛，定薪佫出发啦，先踅去平湖去遐载石头吼，因拍算可能要起啥物物件吼，去遐载石头啊。所以伫咧6号到8号即工吼，8号9号这2工的即个日子内底写足详细吼，因去平湖巡视吼，对倒位行到底啊吼，看。啊，伫倒位穿着看啥物废弃的碉堡，啥物有诶无吼？有兴趣再去现12月初8吼，1629年吼，迄就是恁进前咱我来开足侪时间去看即个地图啦，看即个吼，就是即个好。1629年12月初吼，就是讲因去平湖遮，你有可能有印象，过来可能就较恁就无啥印象吼。12月11号。吼，荷兰人就正式来到即个漳州河即只。好，互咱过来我就讲较紧啦吼。过来就是其实即就是故事，就算已经掀过一夜吼。续接来故事就是李魁奇、一官甲荷兰人吼，即3方面3骹拄啦哈。踮名你先拼先啦吼，大概是逆牛五杂吼。你来看足趣味吼。一开始呢，荷兰人来到即个漳州河，哇，李魁奇吼，哇，较早是海贼出身的，伊本来是即个一官吼，陈成功老爸一官叫做陈志良的部下，结果呢，李魁奇甲即个一官两个交战吼，两个就算平道啦吼。李魁奇甲即个一官赶走，赶去泉州，伊家己占一个漳州遮。荷兰人来到漳州，李魁奇吼写批去互迄个荷兰长官讲，来吼，即个一官吼已经互我赶走，即只嘛算，即只算我咧主意吼。你欢迎你来吼，欢迎你来，你若要做啥物生意，来含我讲安尼吼。而且呢，最近迄个厦门的迄个厦门的都督吼，封我做官吼，所以即只就是我讲准算安尼吼。啊，所以荷兰人就好啊，安尼要做生意爱巴结伊嘛吼，就要送礼物去互李魁奇吼。啊，李魁奇无客气，礼物收落来讲好，但是要即个做生意代志吼，咱先小较定的吼。阮会鼓励一寡做生意的吼，撒一寡物去含你交易啦。但是看来吼，你隔两工来我遮做。来遮我请，咱再来详细来讲安尼吼。即12月24号，啊，共即一工吼，一官暗也一张批来，去荷兰人讲，你要来中国做生意吼，来，恁即个
模约的迄个符克吼，我已经帮你办好啊，吼，而且是长期的吼，所以呢，你若要做生意来找我吼，啊，咱绝对吼大趁钱就对了吼。这12月14号即一工，共即一工吼，李开基收礼，讲来，你过2工来我遮做生意，结果一关完了，暗夹一张批来吼。结果呢，刷落来发生一项代志才变成就互人踢着铁棒啊，啥物就是即几工对12月14号以后一直到19号即几工，去互下门都甲刁难，发生啥物代志呢？就是荷兰人因规阵人来到这遮，伫船顶无法度报换，无法度上山嘛吼。所以但是伊爱车爱啉啊，所以爱有船划来卖因吃，卖因啉的嘛吼，卖因水啥。结果呢，无一只船敢划来，荷兰人去探听才知影讲，荷兰独放刁吼，讲所有人不准恁划就对啦吼，船袂当划荷兰船，袂当去下面做生意就对啦。荷兰才知影讲我踢着铁棒吼，今仔日巴结毋着人吼。迄个李开基是不过是海贼出身吼。无毋对是防罪官，但是伊的长官是啥？长官是迄个下门的都督嘛。我今仔日送礼互李开基，无送去互迄个下门都督吼，这实在是诚大毋对吼。所以因就决定讲要紧派一个中国生意人讲，拜托，即个即互你几百偌济，伊是叫里尔吼，因迄个钱的单位，你送去互都督安尼吼。第二工呢，就是12月20号吼，送礼去互都督。过长工，荷兰人就规定去互迄个李开基遐吼，去互请啦吼。原来迄当算大家见面嘛吼，好讲话吼，先做一笔仔小生意吼，30两银卖一寡护照，佫甲讲来，你若明仔载吼派人来阮船顶看，阮船顶好物要啥有啥吼，拢即个品质好介绍会当讲吼，绝对是好，互你利润足好诶安尼吼。才讲煞尔，过3工一关，进前是敢若批暗来尔，即嘛佫一个人佫偷仔来吼，派一个人来甲伊讲吼，甲荷兰人讲，你含阮做生意啦吼，你若迄个荷兰人就决议吼，讲真正要就派人去泉州迄边下面看觅啊吼，要看会当做啥物吼。结果呢，过来就是刷来这3工，24、25、26，圣诞节到后，结果呢，店青吼，圣诞老公公无来，无人要来下面做生意啦吼。所以荷兰人煞惊着啊！因写迄当阵写一句话，伫咧日志写一句话讲，对李开基或者是其他诶人拢无来交易，咱去互李开基用足水诶即个话术所戏人咯吼。因当阵才发现讲，即个李开基讲话无算话啦吼。所以因决定，因伫咧即当阵就决议啊吼，圣诞节过两工就决议讲，若即个李开基佫毋来做生意吼，佫甲迄寡迄个生意人挡伫咧外口，阮着要向伊开战，要甲即个一关甲请转来即只吼，恢复伊早诶地位吼。所以你看变面啊，过来是29号，过3工啊，已经要过年啊吼。荷兰人决议，伊讲荷兰人决定啊，因诶长官普特曼斯来到遮，亲身互人来到遮吼，诚无民主下了吼。啥物生意都做袂成吼，所以呢，普特曼是先绕人，先转去台湾就对啦吼，要先转去迄个Formosa， 要绕人就对啦吼，要绕人转来，要来含李开基车拼吼，要绕人要绕船过来吼，所以转去台湾。而且伊绕人过来，就直接要去找一官，要去参详，要含伊合并就对啦吼，来讲打下门遮，我讲。好，过来是30号，12月30号，已经要过年啊。中官吼，普特曼斯已经坐快艇转去台湾啊吼。即当阵来一个号外吼，号外就是一个大消息啦。江彬较早是李开基的一个部下，我毋知影是即个无头无尾啦，反正就是直接写讲江彬带领30只船
停伫外口的一小岛一粒岛吼，准备要对抗李逵基，整个情势拢变对李逵基都变甲足不利的嘛。李逵基嘛惊着种，即个尤其是荷兰人，因张哥听讲走转去旋转去即个福尔摩沙，因毋知是要拍算要安怎吼，毋知啥物动作吼，开始往那烦恼啊。即当阵啊，一关迄边的人嘛派人回答荷兰人讲，如果讲荷兰恁中国国下恁若想要含中国贸易机会，即嘛是啊吼，是机会来啊吼。伊愿意甲所有兵力含荷兰人合做伙吼，合兵去攻打李逵基，这是12月30号。好，过来，1629年最后一天，即个李逵基吼。叫做7月半啊吼，毋知死活。即天的日子是安尼写的：李逵基送来15担青丝，要用来支付昨昏讲好的迄个300担的护照。但是因为迄寡青丝大部分拢品质足粗足歹，并且呢内底拢朽烂去，所以呢退货。迄一天的日子敢若咧写吼，李逵基送来物件伤歹，我甲退。荷兰人退货吼，过来就是建魂密报啊吼，所以咱来看1630年1月1号，咱今仔日要对遮开始逐来看起建魂密报，咱来看讲到底过来会发生啥物代志吼。1630年1月1号，明世宗崇祯3年庚午年吼，有2只。李逵基的用客船出发前往福尔摩沙，阮写一张批交互因，带去互张寡阁下。台湾我拢读福尔摩沙啦吼，或者是台湾其实我若讲台湾其实敢若讲迄个台南迄甲位啊尔吼，福尔摩沙是几粒岛啦吼。阮写一张批交互因，早起转去互迄个张寡阁下，就是李逵基有船要去台湾嘛，所以阮拜托伊甲阮早一张批转去吼，因为阮张寡已经转去啊嘛，所以即张批啊转去，互伊知影报告一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代志吼。当然内底毋知有写偷偷写一寡含伊即个国语的代志吼，迄个拜托李逵基的船送去吼，迄逆牛五仔吼，伫遮足趣味的吼。即个因为呢，结果呢，因为啥物？要暗的时阵。迄个风影伤大吼，透即个透大风，所以迄2只船又搁驶转来厦门来报旱吼，所以迄批无送到。好，咱来看第2天。1630年，明世宗崇祯3年吼1月2号，上述2只用客船又搁出航了吼。第2天风影到细吼，佮出航。阮佮交一张批，互因炸转去。因为顶一张批写了无够详细吼，我所以写佮较详细，并且翻译了一关的一张内批，你看甲一关的批，我敢若翻译伫内底吼。当然，一关写来是可能是汉文批啦吼，因甲翻译做迄个荷兰文啊，送转去要互因中官看吼。吼，你看即趣味吼，即只用客船是李逵基，但是内底藏一张批是因含一关要密谋的即代志吼，也送去一寡丝织品含黄金的迄个sản phẩm吼，样品要互中国顾客吼，因要做生意嘛吼，所以这物件sản phẩm要寄转去互因看吼，sản phẩm这是咱即马伫台湾做生意定你讲的吼，迄个sample 啦吼。详情请参阅或者参阅附件伫遮的即个发送信件 A 第几页吼。因较早即个日志啊，对其实拢有 attachment 吼，有附件的啦吼。啊，但是伫遮我拢看袂着附件，伊敢若注明尔讲哦，譬如讲即写讲原档空白，就是表示附件就无去啊吼。永暗吼，1月2号永暗吼，过年后第2天永暗，另外有2只李逵基的用客船要出发前往台湾，所在含以早相款，有一寡少的吼微量的一寡盐、柑仔甲麦仔酒吼。
伊这写有个注脚写讲 BIER 吼，这荷兰文啊吼，我嘛毋知要安怎读，可能是着比吼。现代拢是翻译做秘鲁吼啤酒吼，但是咧为着免互读者误以为是咱今仔日咱即摆所啉的即个秘鲁，所以我翻做麦酒吼，麦仔酒。台语讲秘鲁嘛，有讲麦仔酒的吼，所以讲来讲去，原来就是可能就是秘鲁啦吼。但是伊认为讲含咱即摆咧啉的秘鲁无共吼。好，较早即个商场的即种逆牛五炸吼，商场即种拍即个商业战争吼，你伫遮看会着吼。12月3号，过来咱来看12月3号的日子。理科技迄边完全无人来交易，吼。5年就是有时啊啦，3不5时啊，有一寡人会对一寡私人遐卖着少少啊一寡布，伊写迄布是写空眼布，空眼毋知啥物件吼，注脚伫倒位？空眼原本是指印度东北方科罗曼蒂哦附近所生产的即种粗制棉布吼，棉布但是足粗的啦吼。后来荷兰人对其他地区生产的类似迄款的即个棉布，一律拢称做空眼布吼，一种棉布啦吼。李逵基遐吼，即个礼也收啊吼，即个饭也食过啊，结果呢，生意一直无法度做成吼，完全无人来含因交易就对啦。因家己私底下找一寡人买一寡空眼布吼，纽啊吼，歹势我的帽子煞有时啊，吼好纽啊，买一寡空眼布、纽啊、带啊吼，拢即带啊应该是较早应该是主要是生活用品吼，毋是衫就是食的嘛吼。这应该是衫顶头一个什物带吼，因拢是偷偷啊来吼，暗暗做生意吼，毋敢公开做嘛，因为李逵基无答应嘛吼，下底的人毋敢真正公开含伊做生意吼。阮着问因啊，为虾物你无爱炸一寡较值钱的即个物件来？阮会绝对是好介绍，甲恁买嘛吼。因讲啥？因惊李逵基，所以毋敢炸来嘛吼，直接安尼写吼。根据人讲吼，无经过李逵基的许可，炸物件来卖互阮吼，会受到真严厉的处罚吼。若去申请许可，必须要付互伊真侪的税金嘛吼，会甲你抽税抽 commission 啦吼。所以根本就无利润通好谈嘛，因为伊要甲你抽足侪嘛吼。因此呢，即寡生意人就拢逐个拢按兵不动嘛，深居不出，就是毋敢过来，船仔毋敢驶我来含阮做生意啊。如果若有法度自由含阮做生意，绝对是大量的商品就拢会送过来吼，会做甲互阮落下海就对啦吼，顶头安尼写。但是因为欠的毋是商品，欠的是啥物？是许可啦，吼，无阮准任嘛吼。好，即工暗头仔风力大为增强，直到必须要甲即个违反吼，甲旁吼，即个即个话里边安怎读我查一下吼。即一定爱查，无以后绝对定来出现违干迄个话吼。我拄着就袂晓读，我足艰苦的吼。头说围啦吼，围吼，歹势，爸比你讲。无，我刚拄着袂晓读，足艰苦的，我嘛是。OK 好，围杆啦吼，围杆就是围杆吼，所以围杆读做围杆。即只是围旁嘛吼，因为风影太大吼，所以变成讲，因为风影太大，所以只好甲即个围旁爱放落来吼，无惊船会去互冰倒去吼。好。过来，咱来看第4工，1月4号是安怎写？1月4号敢若一逝，风力大为减弱吼，有一个
迄个西那人西那人带迄个600匹的砍杆部来船顶，阮全部甲买落来。第一道买着遮尔济好，欢喜甲吼600匹布，因着欢喜甲安尼。你着知影迄当阵看偌可怜吼。即个规团吼，无剧团吼，带团来到即个西那遮，结果呢，一笔大生意着做袂成啊，干若含一寡小生意人吼，做一寡偷渡的即个买卖安尼尔吼。好，一撮读过来，后一工就是3工后啊吼。但是伊即工的日子是写讲是1月5号、6号、7号，等于是3工做1工写吼。伊种写法就是讲即3工来发生的代志，伊做1工甲即工甲记落来安尼吼。有几个即个生理人抓一寡砍杆布，含一寡即个品质足歹即种足低落一寡布料来船顶吼。我无选择嘛，我都含恁做即种拗股生理吼。阮对内底吼选一寡较好诶吼。对李开基遐拢无运任何商品来吼。你开始啊吼，你批你上啊吼。伊咧用花言巧语来牵制阮吼。伊捌派伊诶仆人叫做高一国吼，高一国。这当然是仆人，绝对是迄个希腊人嘛吼。但是汉语要安怎写毋知吼。音叫做高一国。高一国呢来船顶，伊派伊诶仆人来船顶2-3撮，炸一寡炸来10担甲15担诶青丝吼。虽然呢外口包甲诚水吼，但是内底品质足歹，所以拢甲退转去。伊咧即个李开基，伊即嘛当咧起一间新厝，所以逐工为即个起厝咧无闲。看起来这是造成伊无时间考虑阮诶代志诶原因吼。听讲你起厝嘛无闲嘛，有可能是因为安尼吼，拢阮诶代志拢无啥甲阮注意着吼。这互阮非常袂当忍耐，真希望阮会当含一贯合作即个计划吼，若有法度通进行，伊伫咧厦门诶势力吼，就马上会结束。希望讲即个阮若有法度通一贯合作啦吼，李开基吼，绝对要互你牵照起来就对了吼。所以今仔日有2只李开基的即个用客船对厦门，佮驶去台湾吼。所以李开基定定有船转去驶去台湾吼。阮载一寡盐、柑仔、辣椒、麦酒，上款是麦酒吼。所以你伫遮看你这是读的就过，但是你也知影，迄当阵做生意吼，都对台湾对其他再来台湾的其他物件吼，盐、柑仔、辣椒、麦仔酒。因为台湾人迄当阵原住民，伊可能无啥会晓做盐嘛吼，所以对西那迄个进口吼。啊，柑仔是台湾原住民无咧种植嘛，因迄当阵拢拍拉吼，迄个平埔族拢是拍拉，拢拍迄个鹿啊，迄台湾鹿啊，梅花鹿吼。即摆恁所住诶所在附近，就绝对都全鹿啊吼。你来想，即摆你读即篇诶时阵，你来想着吼，这是你所住诶迄个岛屿吼，我是足远诶啦吼。恁所住诶即个岛屿顶头所发生诶代志吼，伫迄个啊，无定就是伫你诶厝诶即角位啊，全部可能就是树仔或者是草坡顶头全是梅花鹿啊。较早西拉雅诶即个平埔族，当然西拉雅是伫台南迄遐啦吼。平埔族举迄个弓吼，射鹿啊吼，敢若靠安尼，因就有法度通食清啊，因就日子就足好过啊吼，因无必要去做啥物艰苦诶，去种稻啊啦。做农是足辛苦，我较早我农家出身诶，我知影做农是足辛苦诶吼。啊，种柑仔啦吼，啊，所以无柑仔嘛，就是对西那运过去吼，辣椒、麦仔酒等等吼。所以你看这个时阵，即幼路诶物件，其实咱好好看吼。暗头啊，李开基送500匹的即个大砍杆布来船顶，用来支付迄300担护照吼。即寡是阮对来遮了停船以后，对伊遐所得到的全部的好物吼。阮含伊上做的即个一笔的生意，就是一个500匹布吼。500匹布，你阁会记昨昏来做哩？因含迄
生理人头仔做都已经600匹啦吼，对啊，前一工尔吼，头仔买着600匹，你就知影即个李开基偌无诚意吼，即个偌够无意思吼，你就知影荷兰人规巴肚吼，绝对是错干六条吼，无怪因场馆早转去要闹人来吼。好，过来1月8号，阮对一个对北方做即个用客船来的中国人遐得到一个消息，讲有3、4只荷兰船停伫北平7海里的所在。即寡船，阮以为是对日本来的，因为中国国下无可能对台湾来到围头湾或者附近。我之前讲过吼，中国伫个倒一工我袂记吼，已经先转去台湾啊，要绕船来遮要含一寡会兵嘛，但是因认为讲应该无遮紧啦吼，所以因以为这3、4只船应该是对日本来。好，即工日记敢若记一项，过来第2工，隔2工日记嘛记一撮呢吼，讲1630年1月9号，有5只李开基的舰船出发前往北方。讲到遮我袂记，我才想起讲迄个江滨30只船吼，佫停伫遐是毋知毋知是毋是佫伫遐吼，无讲嘛吼，咱毋知吼。好，咱继续来转来看吼，1月9号有5只李开基的舰船出发要前往北方，要去侦查吼，这是个侦察啦吼，应该是侦查吼，侦查你若空字辈是安尼读吼。我查一下迄个经理吼，是毋是安尼读？歹势，我迄个 YouTube 直播有送出去吼，看会着吼。有看着。哦，你若有兴趣，你再来看迄个拼 link 顶头拼 link，就是我的 YouTube 的直播吼。我会甲我现二点四点的即个内容，你拢看会着吼。侦啦吼，即个侦探就是侦吼。侦探日语叫做探偵嘛吼，就是侦探吼。偵就是探啊，探就是偵啦吼，汉字就是安尼吼。就要互你安尼读起来好读啊，看足水安尼吼。啊，其实共一字点啊，直重复吼，即就是汉字侦探。好，啊，拄则讲侦查吼，咱搁转来日记遮，1月9号吼。有5只李开基的舰船出发前往北方，要去侦查迄边的即个动静吼。因为李开基听讲，一官大事准备，军机就要来攻击伊咯吼。伊嘛知影啦吼，伊嘛有即个情报吼，伊嘛毋是戆仔吼，伊知影讲一官要转来反攻大陆啊，毋是反攻啊，反攻厦门啦吼。好，过来2工后，1月11日。前天敢若讲我煞袂记，昨昏昨日啦吼，昨日前往北方出航的迄5只李开基的舰船，今仔日已经转来。今仔日接到李开基寄来一张批呢讲，昨昏江滨出现啦，帅领还是帅领吼？即个我查一下吼，帅是元帅，但是即只是帅吼，我看觅。率领吼，竟然敢若一个音叫做述，迄个甘利电敢若收一个音吼。甘利电，我若讲甘利电，其实你嘛会当想到就是空气利电咯。因为我听讲甘利电离所有的差不多是对空气利电迄边抄过来吼。敢若一个音叫做述吼，述第四声述吼。啊，但是伊若刻伫头前拢变音，变做第8声吼，本来是低音啊，变悬音，所以呢，有述笔吼，述笔就是乱笔、啰嗦写吼，你写字足啰嗦的，叫做述笔写吼，述笔写，凊彩写一下吼。率先最大先叫做率先，率先嘛吼，率先吼，率吼啊，本来是低音率啊，读做悬音的率吼，率先吼，述笔，率直。说的就是正直啦吼，说直讲就是正直接，honestly 啊吼 ，frankly 吼，直接 frankly speaking 啊吼，
率直讲吼，先煞学起来吼。好，讲到即个江滨，咱搁转来讲江滨。昨昏江滨已经率领15只大洋客船逃去五屿岛。本来30只船，为虾米15只先落跑吼？我毋知吼，伊嘛无解释吼。五屿岛吼，五屿岛其实进前有写到即粒岛啦，我已经袂记啊吼。我搁查者，我看者地图者吼。五屿岛吼，歹势吼，五屿啦吼。看是伫倒位？故事即嘛是拢伫个即个漳州遮嘛吼，厦门遮嘛。无反应。Google Maps 煞无反应。有啊吼，五屿吼，哎呀，我即马电脑吼，因为电脑老啊，足慢的吼。五屿伫咧厦门吼，厦门的南边吼，厦门的对面就是金门啊，对面就是东看是金门嘛吼，所以伫咧金门厦门的南边吼，算一个三角形啦吼，五屿。啊，江滨本来是30只船伫咧另外一粒岛，我袂记对啥岛，我也无要查吼。然后伊即马听讲昨昏吼落跑吼，率领15只船选去即个五屿遮。好，咱继续看咧。理由是因为讲理由就是因为要伊讨阮的班达人吼，因此呢警告阮爱日夜警戒。无定因有啥物阴谋吼，即只安尼写，其实我看无介有吼。我看有诶部分是安尼吼，因为进前我拄则咧留进前诶内容时，我无讲吼，就是荷兰人一直甲江滨讨一寡啥物？讨一寡班达人。班达人是啥？班达人是荷兰人诶奴隶。吼，这是另外一篇故事，足大篇诶吼。你若去查看，或者是 Google 吼，我较早有写一篇 Google 就看会着，但是嘛迄篇无去吼。就是香料群岛吼，芳寮吼，香料吼，香料群岛遐有一个所在叫做班达岛，啊，迄个班达岛是因山迄个渡口吼，渡口我嘛毋知代表安怎讲吼，迄个。一个重要岛吼，迄个岛。结果呢，班达人因为迄个荷兰人吼，其实是荷兰人足靠诶啦吼，足够做生意足靠诶，就是对班达人足靠诶啊，甲因虐待啊吼，用因来做工啊，甲因虐待，所以班达人挡袂牢，就反抗。班达人反抗了后，荷兰人就派兵就甲因杀吼，所以班达人其实叫人杀甲。规粒岛杀甲人杀要死要了吼，啊无死诶，就是送去别位做奴隶吼，就是所以因有一寡班达人其实是送来台湾，互福尔摩沙即遮做奴隶，结果呢，奴隶有诶逃走嘛，逃走有诶毋知安怎逃走，就是走来即个江滨即遮，所以江滨即遮有6个班达人，伊是讲伊遐有6个，啊伊。6个我袂记几个啊，咱数字莫讲个遮详细，反正就是无介侪啦吼，10个以下。伊讲我已经甲即寡班达人送互我诶部下做去送互去用啦吼，所以我目前即只敢若手头剩即几个，我先送去吼。结果呢，实际上伊有送无，咱嘛毋知嘛吼，对荷兰人一直无讲，我嘛毋知吼。但是即只有讲起即项代志，讲江滨呢。落跑吼，甲15只大船
带转去即个误事，理由讲是因为伊来讨阮的班达人，吼、是啥物人甲伊讨伊无写，伊即个翻译嘛无写吼，无注脚，我嘛毋知是谁甲伊讨。因为本来是江斌答应互人讲我要行李嘛，但是我甲人送转去，我甲人分去互我的部下，所以意思是讲我得互我按几工啊，我去甲因讨转来安尼吼。啊，所以理由即满就讲理由，就是意思伊要甲江斌讨人，江斌人毋放，所以落跑吼，15只船落跑。我是感觉即理由嘛无啥可能哈，为着一寡班达人无几个人，我讲无几个人吼，毋是几百人吼，是敢若一支手算会出，两支手算会出来的人数尔，人遮尔侪人，为着即几个人15只船就调走，我是感觉无可能吼。反正就是安尼讲嘛吼，讲啊要甲我讨人我无爱吼，所以落跑。因此呢，经过阮讲爱日夜警戒吼，无定因有啥物阴谋，即个是读无无？应该是无啦吼。魔化我查一下，即个我就有兴趣，因为我感觉敢若毋是无，但是逐个拢读无。真正是无吼，无别个音啦吼，歹势。我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嘛是敢若无个音尔吼。好，无杀无输吼。因此经过阮，这是啥物人经过？是江斌吗？可能是吼，江斌甲阮经过吼，警告啦吼。警歹势读做警告吼，警告阮讲爱日夜警戒吼，爱变调变，阮是变第5声啦，你若是南部人变第1声尔吼，警告警戒吼。阮全就去读做警告警戒吼。伊就警告阮讲日夜警戒，无定讲因有啥物阴谋吼。即是你讲，因是你讲李逵基的款吼。今夜对一个施那人遐听到江斌逃走的真正理由是，真正理由伫遮，李逵基捌应允讲要用钱来支付伊的部下吼，即项代志去拖着吼，即个李逵基拖着，所以，但是呢，江斌坚持讲，江斌的部下毋愿阁等落吼，毋肯阁等落，因此呢，要求准伊去卖伊船顶的诗。李逵基听了真生气吼，江斌讲你钱无来，我无钱通，我巴肚无下的吼，我即马甲船顶的诗摕去卖吼。李逵基听了真生气。伊应答讲，不准伊阁提起即项代志吼，伊嘛无爱听即项代志，命令伊立刻吼即时转去伊的船顶，若无着要斩伊的头吼。因为安尼，所以江斌即刻着登上伊的即个摆仔船吼舢板嘛吼，伫咧要开出去的时阵讲，安尼以后。无要阁管他伊啊！这翻译是其实无翻甲足好拄好啦，我无翻甲讲介清楚，我看无介讲即只是管啥物啦吼。江斌可能就是直接放掉吼，你以后着吼，大家小拄会着就对啦吼。所以真侪人认为伊是会去做海贼吼，确实是如何，希望无久就会当知影。所以今仔日甲即段故事甲进前迄个江斌。带领即个30只船，伫咧迄个漳州的外岛遐，是啥物原因吼？就是安尼。好，对上述迄一天，就是1月11日到共7月，上述因这日期就是1月11日啦，我毋知影看这是伫写啥吼。到共1月22日，无值得记录的代志吼，无值得记录的代志哦，所以这只。虽然是1月11日，实际上已经写到1月20号迄天写吼。对上述1月11日迄一天吼，就是李逵基的舰船转来了后，
伊5只舰船派去北方去侦查嘛吼，去侦查吼，转来了后，共月的即个一直到20号，即9天无值得记录的代志。吼，有时啊会收到三不五时收到一寡即个一寡商品吼，一寡品质足歹的商品。今仔日李科基的仆人高一哥甲阮讲，李科基听讲长官阁下坐一只船，坐一只荷兰船，而且佫含7只用客船吼，对佛罗摩萨、对台湾要来到即个维头湾。我佫定讲一遍吼，是讲我地名会读，有时啊我会伊即只写中国我会读做新啦吼，因为是迄地区啦吼。过来是，其实迄当阵伫即个西南地区的政权叫做大明吼，大明帝国吼。但是我拢读讲，因为主要是讲即个地理的名，我拢叫西南。啊，西南是日本人的讲法啦吼。啊，台湾有2种讲法，讲台湾绝对都是讲台南迄甲位啊尔，绝对毋是你即马所理解迄个全岛吼。所以有时啊，我会分足清楚吼，毋是有时我一定拢分足清楚的啦吼。Formosa 是即粒岛，啊，台湾是敢若台南尔吼。所以，但是有当时啊，我无爱互你误会哦，所以我直直拢讲 Formosa 吼。好，来到即个好，咱搁转来讲吼。李科基有听讲啦，听讲即个长官阁下就是 Plumans 已经有带7只船吼，1只荷兰船甲7只用客船对台湾来到即个维头湾啊吼。维头湾就是敢若是辽罗湾，然后金门即只我无解清楚是对一个湾，是金门边仔一个海湾吼。因此呢，李科基伊怀疑啥物？伊怀疑讲长官阁下吼，普勒曼斯一定是要伫遐要含一官来交易哦。你看人因若情报嘛足好诶哦，伊毋是拢讲啊，毋知，伊嘛知影讲即个陈志良吼，偷仔你含伊偷来暗去吼，一定伊嘛咧要讲伊通要踮遐含交易吼。除此以外，伊无法度通想象讲长官阁下会去遐要创啥物，啊伊嘛想无啦吼。除了讲要去含一官偷来暗去以外，伊认为无啥物其他可能吼。伊佫甲阮讲吼，江滨伫咧5工前掠15只载着米的用客船吼，就是即个李科基的仆人吼，叫库放消息互荷兰人知，讲江滨吼5工前吼战利品吼，掠15只载米的即个用客船吼，伊即嘛已经甲伊所有的全部兵力吼。伫咧即个维头湾吼，带去伫咧即个维头湾，伫遐有真侪部下走去投靠一官吼，就是江滨的部下啦吼，伫咧遐维头湾选去投靠一官伫咧泉州吼，因此伊的兵力已经大为减弱吼。江滨即嘛气势无好啊吼。维头湾我小查者，我袂记维头湾是倒位吼。既然一直出现，一定爱知嘛吼。即地图是安尼吼，你若无方便，你家己去 Google 吼，厦门岛啦吼，厦门其实是一个岛吼。我今日才知吼，表示我对西南地理是完全无熟啦吼。厦门是一粒岛，啊，即粒岛的东边是金门岛，中间一粒较大的岛叫做烈屿吼。啊，金门岛即只有一个海湾叫做维头湾，我查一下吼，是对一个维头湾。Google 一下较紧吼。维头湾是安尼写我若看有，福建省海岸东南部，台湾海峡西岸含金门岛隔海相望，是泉州上早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也是上早实现万台民间往来的港口吼。这是中国的迄个百度百科所写吼。维头湾是地名哦，我想讲伊是一个海湾，是嘛是海湾地号名就对啦吼。伫咧福建省晋江市吼，
距离金门岛敢若5、6海里，有金沙湾甲月亮湾两处迄个海滩吼。我直接用 Google 看找有围头湾迄个所在无？有呢。但是 Google Map 围头湾是一个海，一片海尔，所以到底是倒位啊？我嘛毋知。静冈区围头湾酒店，吼来，我看是倒位？就是遮吼。安尼围头湾就是应该就是即个位啊啦吼。你若方便，你家己 Google 一下吼。伫个拄则讲下门岛往东边是金门岛嘛吼，金门岛佮往东边就会含即个围头湾，就是围头湾即只，因为这是中国迄个内陆，金门岛含中国是其实是南北相望的吼，所以北边是中国中国的迄个本土啊，南边是金门岛啦吼。但是在本土往东边延伸出去，所以金门往东边看出去会当看到即个围头湾遮吼。所以你会当讲金门的正手边东边即边即个海规个即个海吼，就是海湾吼，就是围头湾啦吼。迄当阵一关伫倒位？一关伫泉州嘛吼，泉州就伫个搁较北边遮吼。OK。即下门遮即嘛是李过基咧换吼 ，OK， 好，安尼知影一下地理，读起来较袂遐艰苦吼。9:18分，咱会当继续读咧。即个讲江滨呢，伊甲所有兵力吼，带去伫即个围头湾遮吼，而且伊真侪部下偷走去北边迄一关遐，豆蔻一关吼，这是1月11号的记载吼。过来是1月21号，所以拄则有讲，伊记11号甲20号无啥物好记的。过来就是21号，1月21号呢，1月21日，所有李逵基的用客船拢驶离厦门，听讲是要去攻打江滨，但是阮咧摇吼，伊有可能已经有感觉到讲，阮含一关要联手来对付伊的即个计划吼。有片仔正来已经片着吼，因此呢，要先落炮啊，要先选啊吼。阮真烦恼，阮真担心讲伊可能会去攻打，听讲是伫个伊真有可能去攻打阮的长官啦，普特曼斯吼。因为阮听讲，阮的长官普特曼斯已经坐一只荷兰船，并且带7只用客船伫个围头湾遐吼。但是后来又搁听讲因是记日记的即寡人是伫个即个厦门岛的南边即个海口遐吼，停着船停伫遐，所以过一粒岛是金门，搁落是围头湾迄边发生的代志，因并毋知影吼。好，即只记载讲，后来又搁听讲李逵基本人还搁伫个厦门内底啦，所以阮则小可放心啦吼。代志安怎演变，有待时间分晓吼。若咧写小说的吼，伊嘛甲你吊胃口就对啦吼。好，过来是23号，1月22甲23吼，因2工记做一篇。天气晴朗，阮还未收到中华国下的消息，也无接到任何关系到伊的消息，这互阮深感不安，也互阮猜疑不定。因此呢，考虑是毋是应该去跟踪李逵基的军队，看因是毋是有去围头湾去攻打长官国下。但是呢，又搁考虑到讲另外一方面，阮若驶离开即个所在，会引起李逵基和其他人的猜疑，也违背着阮的交代，互阮的即个指令啊，阮受的命令是踮遮停嘛，所以嘛袂当走吼。因此呢，决议搁停候2-3工，看讲伫即段期间，是毋是会接到咱长官国下已经到围头湾即个确实的消息吼。
看是毋是会听到确实的海贼的消息吼。到时阵再来做决定吼。1月22甲23吼，因淡仔日等消息。暗时啊，上述李开基的船队又搁转来了吼。阮无法度通知影讲因出航的确实的用意，也无法度，也毋知影讲因去做啥物代志吼。伫遮真不安吼。过来过长工。1月24日，九库吼，李开基迄个仆人带一寡商品来阮船顶，并且甲带消息来讲，昨暗有看见一只篷船，就是荷兰船、荷兰篷船吼，来安海遮的海湾吼。迄个海湾伫即条河的南边，差不多4海里的所在。安海，我查者吼。静冈市安海镇，这明明伫北边，你哪讲南边？静冈伫遮嘛吼，安海镇伫遮，是写毋对吼。歹势，我讲毋对啦吼，是。伊讲迄只篷船吼，荷兰篷船吼，是伫咧安海海湾遮，啊，迄个海湾是伫即条河的南边的4里处，但是伊无讲即条河是对一条河啦吼。我看觅啊，静冈安海遮敢有河啊？我无看有河啊吼。即条河的4海里处。南边4海里安海，伊这记载错误吼，含即嘛你若现地图的即个，看起来迄个位置无共吼。啊，伫不管吼，就是讲，九库甲即个消息甲因讲吼，讲荷兰人有一只船篷船伫咧安海遐。9:24，咱阁继续看咧。1月25日。接到另外一个消息，讲有一只荷兰船停伫咧里库湾吼，里库，我看觅注解安怎写？里库湾伫咧漳州的江埔附近，有可能是今仔日的葡萄湾。这是江埔还是江埔啊？地名我袂晓读吼，看觅吼。我先查一下即字汉字要安怎读吼。漳浦啦吼，3点水。浦，江浦吼，江浦，浦就是海边、水边叫做浦。讲有一只船停伫咧里库湾，啊，里库是荷兰语啦，但是荷兰文啦，所以迄只翻译的人有写可能就是伫咧江浦。啊，江浦是伫倒位呢？我嘛毋知吼。江浦，江浦县伫遮吼，啊，所以江浦是一个县嘛吼。所以，即个江浦的做一个海湾叫做葡萄湾，伊讲可能是葡萄湾嘛，葡萄湾伫遮吼，伫江浦的即个上南边即个海湾吼。但是离厦门有一节仔路啦吼，一节仔路差不多偌大走，我看觅20公里，安尼20公里、40公里，差不多60公里、60公里、80公里遮尔远的所在吼。有一讲遮伫咧南边，离厦门南边超80公里的所在吼，有一只荷兰船停伫遮吼，这是另外一个消息。伫1月25日因得到的消息，讲有一只荷兰船停伫遮，伫即个海湾的即条河的南边，差不多6海里的所在，但是因为
因为季风就是逆风吼，因为季风所以无法度通报旱吼。这是1个25日，过来是1个26日。拄则应该先甲恁考一下逆风台语要安怎讲吼。我相信足侪人是讲袂出来，因为迄字完全无共字嘛吼。叫做季风吼，学一下即字诶吼。只要是和华语无共音诶，其实我拢会特别互恁小学一下，因为无你其实你即马人用读到你点仔直学直想，就是乱不出迄个字吼，要安怎读吼？就算是我有时仔嘛会拄着吼，因为实在台语即马伫个你若伫个生活中无接咧用诶，真正拢袂记吼。钱，为什么我查无？歹势，我是用甘字电子好无吼？尤其是我是用汉字，毋对去吼，我用罗马字钱。钱诶是第三声才对吼，歹势。摕伫头前啊，读做第二声变掉三变字吼，所以读做季风，本来是第三声钱。OK， 钱有可能就是和钱迄个钱吼。三钱嘛是钱，但是你无汉字可能无解讲吼。三钱就是辩论吼。我查一个台语大词典看有无。佫毋对歹势。第三声钱。钱插入去精神疫情，叫做钱吼。好，就是第一个台语大词典的第一个字啦吼。伊有三个规则，第一个是插入去吼。譬如例句是，譬如讲，壁剪砖，壁剪砖啊，剪人芳吼，就是插入去嘛吼，剪人芳。鸡鸭剪龟。鸡鸭煎龟啥物意思？是卖鸡鸭时饲互饱来增加重量吼，安尼较好记嘛吼。煎龟吼，过来是剪着腹肚边吼，剪着腹肚边插入去，所以剪着腹肚边就是我嘛袂晓解说，伊就安尼写尔吼。你爱有一个感觉，就是譬如讲人甲你。拳头母对你腹肚边剪落吼，剪着腹肚边吼，或者是你去互啥物件弄着腹肚边嘛吼，叫做剪着腹肚边。互标仔剪着吼，所以即标仔插入去嘛，所以你互标仔插着，就是互标仔剪着吼。飞镖射到啦吼，你华语就安尼讲吼，去互标仔剪着吼。但是即个剪和射发音完全无关系，所以一般人伊无绝对无法度。其实我嘛毋捌听人安尼讲啦，我毋捌学过吼，今仔学着吼。第二个钱是大升，就是剪大升吼，剪做头，剪头标，剪头吼，争先啦吼。所以第二个意思是争先。所以你想看钱，我感觉即只用即个汉字吼，加用的。我感觉我读到遮，我感觉迄个汉字就是弓箭迄个箭嘛吼。不管是你剪人芳、剪龟吼，龟啊剪龟，还是剪着腹肚边，拢是迄个弓箭的箭迄个。或者剪互标仔剪着嘛，上款就是去互弓箭去插着迄种感觉，所有诶拢有即个意思。我感觉所以汉字用迄个汉字其实是无，我感觉是我感觉无适当吼。剪先剪头前就是争先恐后迄个争嘛，但是就是弓箭诶迄个头要箭头嘛吼。你安尼想应该就拢知影吼，会当理解即个箭为虾米用即个弓箭的箭字来会当。钱字就当来做遮个做事吼。好，第三个是鱼见水，见水就是逆水而上吼。我拄则讲见风就是逆风而行吼。见流就是逆流，所以用弓箭迄个箭来想，就拢会当理解吼。见水就是弓箭迄个逆水而上嘛吼。好，安尼。我希望讲即个钱，即个字，你会当今日学起来，以后拢袂记吼。见水、见流、见风都安尼讲。8:31已经超过啊，咱今仔甲即篇头壳刷倒来结束吼。
1月25号接到另外一个消息，讲有一只荷兰船停伫个葡萄园江浦遐吼，伫即个海湾，即个海湾伫即条河的南边6海里的所在吼，我嘛毋知是倒一条河吼。但是因为季风，所以无法度通报岸。1月25号咱读到遮吼，我小眯一下吼，小眼一个26号是写啥？26号就写几啊纸吼，就故事啊吼。所以咱期待咱后一遍对来读1月26号的故事吼。迄种一竿含即个李逵基和荷兰人吼，迄种宁牛五炸即种情形吼，一直到当还尾一个结果出来吼。结果我含各位透露啦吼，就是因建一场吼，大建一场了后吼，猫咪人战输后来战死吼，即个猫咪人当然你想会到，绝对毋是第七名嘛吼。OK， 好，咱以后再搁继续来看。好，今日读到遮，歹势已经超过3分钟。爸比你，哎呀，我手机还搁按去，恁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啊，歹势，我无顾我的手机，我想讲声音搁无去咧吼。好，啊，爸比你敢有啥物下底敢有啥物问题啥？我无注意看吼。拢是你笔记嘛？感谢你甲我做笔记。对，拢是我的笔记。好。对啊，就足趣味的啊。好，真趣味吼！我嘛感觉我读的感觉真趣味啊，嘿啊，足侪趣味的所在通好学吼。好，安尼咱今日到遮，咱后一回再过来读吼。我有闲就读啦吼，有闲就读吼。好。OK， 好。好。好，再会。多谢大家。好，关房。